為元朗揾筍盤嘅朋友注意啦！呢一間位於元朗南發展區嘅隱世筍盤，絕對係你揾咗好耐嘅心水盤。呢間屋屬於新樓齡單位，正喺路邊，出入超方便，仲有專屬獨立車位，唔使日日揾位停。單位係地下連花園，大約1050尺，3房1次間隔。客廳嘅空間感絕對驚喜，白色瓷磚光亮企理，裝修風格時尚又得體，搬啲家具電器入去就可以直接住。再嚟到3間睡房，每間都方方正正，採光同私隱度兼備。房間夠大，可以擺張 king size 床，做主人房就最 perfect。第2間房空間都唔細，細路仔住或者做客房都得。第3間房無論係做儲物房定係書房都好實用，靈活度滿分。廚房夠大，係現成嘅煮食天堂，煮飯都變成一種享受。浴室裝修好新淨，佈局合理，完全唔使煩裝修。大門口仲有趟門通去小花園，擺幾盆花，放張凳仔，嘆翻杯咖啡，成日嘅疲勞都即刻消失晒。最緊要係交通，呢度正路邊，附近有小巴直達西鐵站，幾分鐘就到，去邊度都快。呢一間村屋夠晒吸引，樓齡新淨，唔使翻新，住得安心又舒服。正路邊開揚無遮擋，仲有獨立車位，無論自駕定代步都方便。周邊配套慢慢完善，完全係潛力股。立即打個電話嚟置業家約睇樓啦，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機會。如果想留意更多村屋新盤，記住 like 咗條片 ，share 俾你班 friend，再 subscribe 我哋置業家個 channel 啦。